来关心高屏溪的旧铁桥是固定古迹，即马附近遐是开花开甲真水，是吸引真侪游客去观光。也毋过呢，铁桥顶悬有一寡柴已经凹去啊，就惊讲一个无细致打着会落到全着伤。屏东县政府表示会大声赶紧派人去修补，等会期结束才个换新。看伫遮的柴壁去，打起哩敢若阁会烂落去。屏东高屏大桥下骹的淡水溪铁桥，最近边仔的花是开甲真水，诚侪游客来遮翕相。但是有民众发现讲，铺伫个铁桥顶悬遮的柴，敢若已经伤久，已经锯去，诚侪所在拢落落去，若打着恐惊真危险。要稍微改进一下下，如果要长期保存，当然要注意啊。小孩子跑的时候，你这种的腐烂掉了，你看你踩就踩空，不容易察觉。对，会踩空的话掉下去很危险。烦恼讲无小心打到的受伤，游客拢认为讲应该要改善。这旧铁桥捌是接高雄、屏东两地铁路，伫日本时代1911年起的，1914年启用，一直到1987年新桥完成了后才除役。因为历史和文化价值伫1997年获得作是固定古迹，即马屏东文资所嘛讲已经争取到改善的经费。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现勘，也做一些警示的一个方式。那后续呢，因为在更换必须要用到大型机具也怕破坏这些花海那厂商现在也在备料中，时间会比较久。16早起，一寡锯去的柴边仔风放三角笋，也是救风所线。文资所讲，看伫遮的柴，因为风吹日晒，加上下骹高屏溪河床的枯枝，较会生大水芽，造成维护真困难。为着避免游客佮受伤，会先用补防的材料去补，等到花季结束了后，才较紧来换。记者综合报道。